講到秦始皇，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統一六國、起長城、兵馬俑，但一講到佢嘅黑歷史咧，焚書坑儒一定係排最前嘅。所謂焚書坑儒其實係做緊啲乜嘢呢？點解秦始皇需要趕盡殺絕？今集我就想借住呢個歷史事件去反問一個貼身嘅問題：點解由古到今，任何政府掌權者咧都會本能咁樣想去管住啲言論啊？連今日講求自由嘅社會啦，都會認為言論自由係需要有界線嘅。呢個 channel 都會圍繞住人性同埋各種心理機制咧去探討嘅。有興趣觀眾可以俾個 like 支持啊！喺秦國咧未統一六國之前咧，中原其實亂咗好耐嘅，差唔多2個半世紀，天下咧長期處於一個七雄鼎立嘅局勢。秦、楚、齊、燕、趙、魏、韓，大家咧互相吞併結盟，過幾日咧又背叛盟約，又開戰。咁成個局咧好似係一個大型嘅真人版狼人殺咁樣，仲要咧玩足幾代人添。咁去到戰國末年咧，唔係淨係講打仗咁簡單嘅，仲係一場咧點樣先叫做識得治國嘅大辯論。諸子百家，各國嘅史官，各路嘅讀書人咧，人人都拎住自己嗰套理論。有人咧話要講仁義，有人咧就話要講兼愛，有人就話係無為。咁秦國最後打得贏咧，靠嘅唔係感化，有一套咧夠硬淨嘅做法啦。權力集中喺中央，法律刑罰咧要夠狠，賞罰咧要夠分明，命令要快要一致。好啦，打贏仗啦，版圖統一咗之後，真正難嘅係點樣令天下咧唔再分裂，令到啲人民咧係唔會去掛住舊國或者舊有嘅制度。咁喺公元前213年咧，秦始皇就喺咸陽擺酒啦，叫埋啲大臣同埋朝廷嘅學者一齊慶功。咁你可以諗下個氣氛啦，全場都係嗰啲咩皇上英明啊，天下太平嗰一種嘅。點知咧呢個場合有個博士淳于越就講咗啲唔啱秦王口味嘅說話啦。咁佢講嘅嘢咧係焚書坑儒嘅導火線之一嚟嘅。佢就話古代商周之所以可以維持咁耐啦，靠嘅就係分封，即係啦將部分地方分俾皇親國戚同埋啲功臣咧去做諸侯。咁呢啲嘅諸侯咧係當地係有自己嘅人手同埋資源嘅。平時名義上咧就話要聽中央，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哋都好多自主權嘅。當邊境有事，地方出亂嘅時候咧，呢啲嘅諸侯都可以幫中央咧去擋一陣。咁佢再提到啦，而家秦國改行呢個郡縣制，即係話地方官咧係由中央直接派落去管治嘅。你做得唔好嘅時候，可以隨時調你走或者問罪嘅。咁好處就係個命令一致，你中央落order，下面嘅人咧就跟住做啦。成件事咧效率更加高，亦都唔怕啲地方勢力咧自己坐大反咬翻中央啊嘛。咁但係當中央一旦出事，你落唔到指令俾下面咧，下面嘅人係做唔到嘢噶嘛。咁你缺少咗呢種外圍嘅緩衝咧，成個國家就未必會穩定。你可以話淳于越喺度討論緊制度，但係對秦始皇嚟講你呢句說話等於當眾同大家講，我呢個嘅帝國係唔長命。咁對一個咧係唔想天下再亂再分裂嘅統治者嚟講咧，你呢句說話唔係意見係一個警號嚟嘅。聽完淳于越嗰番話咧，秦始皇冇即場同佢爭拗，而係交俾丞相李斯去處理。李斯之後嘅上奏咧講得好明白噶啦，天下啱啱先統一，最怕嘅係乜嘢？係人心再散啊嘛！如果民間嗰啲讀書人繼續拎啲古書拎啲舊嘅制度嚟影射朝廷，日日都話以前唔係咁噶，講到你嘅新政咧好似唔正宗，咁民心咧就會動搖咯。如果政權要穩咧，就要收緊呢啲嘅講法，以國家嘅法令作為咧唯一嘅標準。好啦，咁秦始皇咧就最後採納咗啦，焚書嘅命令就係咁樣出現啦。焚書唔係等於將所有嘅書一把火燒晒，而係針對咧民間私人收藏，又最容易咧係被用嚟借古諷今、批評朝政嘅嗰批典籍啦，包括《詩經》、《尚書》、諸子百家嘅政治學說，同埋咧六國嘅史書。而當中咧六國史書係特別敏感嘅，因為佢會提醒人民以前呢一片嘅土地咧唔係秦國嘅天下。咁而其他醫藥種田、算命、占卜嗰一類嘅實用書咧，就唔係主要嘅目標嚟嘅。你可以繼續讀書，但係你唔好用另一套嘅道理嚟挑戰我。所以咧，焚書咧其實係一套政治管制嚟嘅，目的就係要集中解釋權。好啦，但係問題就係你收緊呢啲嘅書籍，未必咧係收得晒人心。你可以燒走啲紙本，但係你燒唔走人嘅嘴同埋疑心。而且當一個政權咧越想統一啲講法咧，就越容易對任何風吹草動咧都好敏感嘅。
之後咧，去到公元前212年前後啊，秦始皇就因為一班方士辦事不力而咧震怒。方士用現代嘅說話講就好似一啲神秘學嘅顧問啦、江湖嘅專家啦，佢哋專門咧就會同皇帝講長生不老啊、仙丹靈藥、占卜嗰一類嘅。咁而秦始皇本身又好食呢一套喎，所以咧佢出重金去供養呢一班人，仲認真到咧派人出海去揾仙人啦，去揾啲仙藥啊，即係咧就係國家級一個追求永生嘅計劃，係咪似曾相識呢？咁但係呢班人講嘢當然係大話啦，佢哋呃完錢走埋佬啦，皇帝就覺得自己好似俾人耍緊咁啊，仲認為咧有人喺背後去散播啲怨氣同埋流言，於是啦佢就下令徹查，最後有460幾人咧被處死嘅。史書咧就用慳去形容呢一次嘅處決，即係話一場好公開、好重手嘅方式去處理，等全國都知道有啲嘢咧係唔好亂講亂傳。咁至於被慳嘅究竟係邊一類人呢？學界都有爭議嘅，未必全部都係後世所講嘅儒家讀書人，可能咧係夾雜咗方士啦、術士同埋一批咧被指你講嘢講到令上面嗰班人係唔舒服嘅知識分子，咁啊全部咧去埋咗佢啦。嗱，無論呢份名單係點樣分呢，其實方向都好清晰，就係秦始皇咧由管書升級到去管人啦。佢唔止要收緊你可以讀啲乜講啲乜，仲要用一次好震撼級嘅示範話俾你知，你講錯講多，你講到令上面覺得有風險啊，你就可能會變成要處理嗰一個。換句話講啊，就係焚書咧係收緊渠道，而慳儒咧就係用恐懼嚟提醒你有啲線唔好踩。講到呢度咧，其實焚書慳儒唔止係一段歷史啊，佢仲係望緊人類社會一個反覆出現嘅本能。當言論開始令秩序失控，掌權者政府咧都會想加翻條界線嘅。咁而我咧認同呢一點嘅，我認為言論自由咧係唔應該完全放任，而係需要咧被限制嘅。原因好簡單，每一個人咧都會認為自己嘅諗法係正確，自己見到嘅就係真相。我哋要承認，絕大部分人係唔識得抽身獨立、唔帶偏見咁樣去思考。我哋最叻嘅係乜嘢？係揀證據啊嘛，啱我諗法嘅就叫鐵證，唔啱嘅就話係抹黑、偏見、陰謀論。一旦你冇咗界線，最容易衝出嚟嘅並唔係查清楚之後嘅事實啊，而係一張嘅截圖，一段咧好片面嘅影片啊，一句挑動情緒嘅標題，大家都未搞清楚前因後果咧，留言區已經係開拖噶啦，仲會咧逼你要即刻表態喎啊！過去幾年香港咧黃藍對立就好典型啊。用顏色咧去分人啊，分到連朋友、家庭，你幫襯邊一間鋪，你睇邊一個嘅媒體都可以成為標籤。當人嘅情緒一上到嚟咧，誇張嘅講法、假消息就特別容易傳嘅。你唔需要知道完整嘅脈絡，只要咧聽落去，似層層喎，咁就夠噶啦。最後咧，公共嘅空間就會由交換意見變成咧互相攻擊、抹黑、起底、公審。嗱，當一個言論去到咁樣嘅狀態咧，最先感到威脅嘅，往往都係掌權者，因為對佢哋嚟講，風險唔一定係取決於你講嘅嘢係真定假，而係你嘅講法會唔會動搖咗社會嘅信任，削弱咗服從，刺激群眾去行動咧。嗱，一旦某一種講法開始有動員力，咁無論你講嘅係真定假，都會被視為秩序風險。香港早年實施嘅國安法咧，某程度就反映咗咁樣嘅管治邏輯啊，將被認為咧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啦、引發對抗或者動員嘅行為同埋表達納入更高層嘅監管入邊，目標就係止亂同埋重建秩序啊嘛。當一個社會將唔同嘅聲音直接當成威脅，靠重罰咧嚇到人人都唔敢講，短期咧真係可以令社會靜翻落嚟。咁但係呢一種嘅靜唔係因為你將問題解決咗啊，而係冇人敢開聲。焚書慳儒留俾現代人嘅反思咧，就係人民嘅言論自由必須要管。咁但係同時法律框架咧，你需要清楚寫明你要管啲乜嘢，點樣管，管到咩程度。界線必須要清晰、有原則、有比例嘅，咁而且要防止俾人濫用啊嘛。一個社會真正嘅穩定咧，唔係靠全部人都收聲啊，而係靠社會咧仍然都聽到真話，仍然都有機會咧去修正錯誤。如果中意呢一集嘅觀眾咧，歡迎俾個 like 支持啊，咁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啲關於一啲焚書慳儒或者言論自由相關嘅一啲睇法啦。